各位標迷大家好啊！我係萬有引力 Minaway Watch 阿 Ben。今日阿 Ben 帶俾大家嘅係全網甚至係全香港鐘錶界最搶手嘅平民流量密碼 Seiko 精工五仔中東數字錶盤啊！嗱，講到中東字啦，近年咧由勞力士到 PP、AP， 只要咧錶盤咧換上中東呢個數目字咧，拍賣行同埋二手市場咧一定係瘋狂炒高喎。不過咧喺睇片之前咧，阿 Ben 咧要同大家講個重要嘅消息，因為咧而家咧全球嘅貨源咧極之短缺啊，加上咧來貨成本咧不斷上升啊，我哋萬有引力咧8月份咧將會全面調整幾隻中東字嘅零售價，但係阿 Ben 咧決定咗7月份咧我哋賣埋呢批現貨先，絕對咧維持原價唔加價住嘅。好啦，我哋即刻睇下今日呢條片重中之重，亦都係咧我哋萬有引力第一次翻貨。市場極之罕有新一代嘅中東字鋼王 Seiko 5 Sport SRPH 47K1。玩開中東字嘅師兄都知啦，嗱，以前咧兩隻中東字款咧，一隻咧就34mm， 另一隻咧就42mm。咁咧好多標迷咧都話有冇中間嗰個 size 咧？嗱，今日阿 Ben 呢隻 SRPH 47K1就用咗中間嘅 size 40mm 嘅錶徑。大家睇下個錶盤。佢採用咗咧極具質感嘅深灰色鐳射錶面咧，咁喺唔同角度咧會折射出唔同嘅效果。最毒嘅係上面嘅中東字啊，全部咧用咗非常精緻嘅立體銀色包邊鑲嵌，立體感咧極強。機芯方面咧搭載咗精工嘅 4R36 自動上鏈機芯，100米防水。萬有引力咧千辛萬苦咧搶到少量現貨啊！而家咧價錢咧係3550，嗱，中意呢個 size 嘅錶迷咧就真係要快啲入嚟試下戴上手啊！睇完隻40mm啦，咁我哋睇埋呢隻經典中嘅經典啊，搭載 7S26 機芯啊，第一隻咧就係呢隻巨星同款啊，藤原浩潮流教父都戴嘅同一隻款式啊 SNK063J5。佢採用咗咧好精緻嘅34mm 細錶徑啊！好多海外潮流教父啦，同埋明星名人咧，平時咧最中意咧用呢種細錶徑嘅錶咧嚟配襯時尚。嗱，阿 Ben 咧就真心建議啊！嗱，你完全咧可以當佢係一條咧帶有神秘中東字嘅精鋼手鏈去戴啊，極之有呢個文青復古味。嗱，7月份咧萬有引力嘅現貨特價咧仍然都係維持住1288啦。8月份咧就會調整㗎啦。第二隻咧就係呢一隻 SNKP21J1 大氣嘅42mm 錶徑，全精鋼黑面大3針。嗱，如果咧平時中意換錶帶咧，呢隻就正啦。佢個殼型咧同黑面咧簡直咧係換帶神器啊！外國咧好多網民咧玩呢隻錶咧玩到出神入化。換條軍事風嘅尼龍帶啦，或者係復古嘅牛皮帶啦，隨時咧玩到10幾種硬朗嘅風格。嗱，好似咁樣嗱，換兩隻尼龍帶嘅，有另一番嘅感覺啊！嗱，綠色尼龍帶、黑色尼龍帶，或者換條牛皮帶啊，完全另一種感覺。咁而家呢一隻錶咧個價錢咧7月份咧都仲係1488啊！嗱，買翻去慢慢玩，性價比極高啊！如果咧你中意金色啦，想戴落去感覺高貴一啲啊，多份尊貴嘅氣場咧，就要睇埋呢隻 SNKP22J1 啦。純白色嘅錶面，襯上黑色嘅中東數字，襯翻金色嘅指針啊，咁啊成隻錶咧非常之有貴氣嘅。外圈嘅金色同埋錶帶嘅間金咧，啱啱恰到好處，唔會過分俗氣啊，而係有一種咧中東油王貴族啦，甚至好似置身杜拜高空酒吧嘅精英奢華咁。42mm 嘅錶徑，嗱，上手嘅份量感十足啊！7月份咧，萬有引力嘅現貨價咧仍然都係1688啊，2000蚊有找，玩到咧呢種油王嘅貴族霸氣啊！嗱，阿 Ben 喺度咧再次提醒大家啦，呢批現貨賣晒之後咧，8月份咧我哋咧就會將會全面調高個價錢㗎啦。咁啊，如果想以最貼地啦、最震撼嘅原價入手咧，嗱，7月呢個星期咧絕對係大家嘅最後瘋狂機會啊！最後咧，阿 Ben 咧亦都好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區度討論一下，
大家覺得精工呢幾隻中東字啦，邊一隻最能夠打動你啦？你中意經典嘅34mm啊，定係全新呢一隻立體字嘅鋼黃 SRPH 47K1多啲？嗱，歡迎咧大家喺留言度話我知啊！嗱，想趕喺咧8月加價前咧擁有佢哋咧，咁要即刻 WhatsApp 俾我哋留貨啦！嗱，或者咧直接鏟落嚟我哋尖沙咀門市度揾我哋。多謝大家嘅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